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8月31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58篇，耶利米书第3章15节到25节，路加福音14章15节到24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宴席。宴席当然咱知，拢是主人来请人客，邀请人客来去坐倒。但是，什么宴席，也是伊的目的是什么货？当然，这是有差别的。比如讲，有喜事的啦，有丧事的啦，等等无共款的。虽然咱讲对圣经的观点来看，宴席也是讲食这项代志。伫圣经内底是一个真有连串的主题，对创世纪开始就有。比如讲，上帝命令亚当园内底任何的果子树的果子，你拢会通食，只有迄丛会通互人明白善恶的树所结的果子，你绝对袂当食。你食迄一天一定会死。这是记载伫创世纪第2章16节到17节。咱来看几项食的目的，对圣经的角度来看，第一个是一个禁止的食，就是咱拄则讲到伫伊甸园，上帝对亚当夏娃所讲迄丛被禁止的果子。现代呢，咱嘛渐渐开始有一寡健康的思想，所以咱明白咱的家己的身体，什么会通食有利益的，什么物件是受禁止的。第二个角度是对恩典的角度来看，就好像亲像出埃及的以色列人，因所食的玛纳，是上帝赏赐互以色列人伫旷野中间，伫出埃及这40年的中间，完全无欠缺的恩典，有够赢因食40年来，一直到因进入伫应允之地。咱第三个角度咧，咱咧讲的是讲鸿门宴席。当然，这是出自一个中国历史的故事，但是伫圣经内底嘛有类似的记载。这个记载出现伫以斯帖记的风后宴席。风后以斯帖伊邀请亚哈随鲁王，并且邀请哈曼做伙来赴伊所设立的宴席。伫以斯帖第5章的记载，哈曼还佫足欢喜要来赴这个宴席，伊甲真高兴吼。这伫第9节的记载，但是无想到，这是对伫伊所设立要来杀害以色列人的行刑的计，拄伫这个时阵，就成做伊家己的行刑台。第四，咱要所讲的是救恩啦吼。除了咱看到耶稣基督养饲5000人食饱，4000人食饱的代志以外，耶稣还佫对门徒安尼讲，伊讲：我就是活命的牛，来到伫我遮的，永远袂佫枵。信我的人永远袂喙干，但是我对恁讲，恁已经看见我，犹原毋相信。既然是老爸所赏赐互我的人，拢会当到我遮来。到我遮来的人，我绝对袂拒绝伊，因为我对天顶落来。毋是要凭着我家己的意思来行，乃是要实行找我来迄位的旨意。
找我来迄位的旨意，就是伊所想事我的人，我念一个就袂互伊来失落，是要照伫末日互因搁活，因为老爸的旨意是要互所有看见的囝来信伊的人，来得到永远的活命。伫末日，我要互因来搁活。第五个角度，咱要看的是被拒绝的宴席。今仔日个经文马太福音22章第1节到第10节，讲到耶稣基督伊所提大宴席的譬喻。这是一个被拒绝的大宴席。主人设着大宴席，并且差遣伊的仆人出去邀请伊的朋友来，但是却是一个一个来拒绝伊。圣经记载讲，因一个一个提示，头一个讲，我拄买一块地，袂当无去看，请原谅我，我袂回来。另外一个讲，我买着5对牛，着爱去试看卖，请原谅我，我无法度奉陪。阁有一个讲，我拄才结婚尔，我实在是无法度分身。这是伫咧形容遐个选民，有定要得到救的人，拢来拒绝这个宴席救恩。被讲团的救恩，这是第6个角度。也因为头前咱所讲选民的拒绝，大宴席的主人就决定将宴席邀请的对象大扩展到所有的人。主人要求仆人讲，迄个仆人等于将这个情形拢报互主人。这个家的主人非常受气，就对仆人讲：“赶紧出去，到伫城遐大街小巷，将送香的、破相的、失明的、摆骹的，拢带入来。”无偌久，仆人对转来讲：“主人，你所吩咐的已经办好势啊。”但是还有济空位呢。主人就对仆人讲：“去马路的，加这个巷仔底，将诱人入来，坐满我的厝。我甲恁讲，遐个进前所邀请的人，我断袂当享受我的宴席。救恩其实是互选民的。”但是嘛是互非选民的，但是咱要知影，迄个先决条件是爱会通愿意进入伫宴席。好那亲像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到17节，圣经安尼讲：上帝遐尔啊疼世间人，是毋是赏赐伊的独生囝，要互所有信伊的人袂得到伫灭亡，反倒转得到永远的活命。因为上帝差遣伊的囝到世间来，毋是要定人的罪，乃是要借着伊来拯救世间人。但是以色列人就亲像大宴席的譬喻内底遐个共款，因拒绝进入上帝的宴席，拒绝接受上帝的救恩。耶利米安尼讲：“我要赏赐恁合我心意的统治者，因要用聪明甲智慧来统治恁。”但是事实上，以色列人却毋是安尼，因完全袂记得上帝的救恩，也因为因一直敬拜这个偶像，拒绝进入这个宴席。圣经又搁讲：“上主啊，以色列，我偌呢愿意承认你做囝，
将全世界上水、上好的土地、上肥的赏赐互你。我掠做你会叫我爸爸，永远袂阁离开我。但是你对我不忠，亲像无情节的这个某来私本。我上帝安尼宣布啊！听吧，山头有的人咧呼叫，是以色列人流目屎哀求的声，因为因偏离正路，袂记即上主因的上帝。弃杀上帝的人啊，倒转来吧，伊要医治恁，互恁无搁再背叛。恁回答讲是啊。我要倒转来到上主遐，因为伊是我的上帝。咱呢，基督徒，咱应该注意的，无应该就是宴席顶悬的菜色，是迄个大宴席所要赏赐互咱的救恩。诗篇58篇，即种者恁兼有真正讲公义，兼有照公平审判人。无，恁的心内计划做歹代，伫地上，恁用手对人施强暴，歹人对出母胎就行袂路，一个离开老母腹肚就行偏路，讲白贼。因的毒亲像蛇的毒，因像毒蛇踢捌家己的耳孔。毋听人蛇的人，还是熬念咒诅的人。上帝啊，求你拍止因的喙齿；上主啊，求你讲长明狮的大支喙齿，愿因消失，亲像水流了了，亲像草受践踏打去。故因亲像落粒啊。扫过去的昏热，黏伊无去，亲像妇人人流产的胎，无见着天日。恁着用刺啊着火，鼎还袂热，伊要用光烈啊风，将黏伫疙瘩的拢做一个扫去。义人看见因受报应就欢喜。伊用歹人流的血洗骹，人就讲义人真正有好报。伫地面上，上帝果然有得审判。感谢上帝准备大宴席，邀请阮入去。无论阮是蒙恩得救偌久的时间，但愿主帮助阮，愿意进入主的宴席。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